还满口一张开始，一道生发就做就工作，他等一把把幸福，不应带准不卡，变作全港应当以生发给力量。管它风吹呀一早，是一观众一轮音波，买的安都一梦给做市场，随时不安里带准嘎给你头。来呀买一把色色给幸福，嘎给温暖就在呀的开始，天天的感受。大风有你，总在不安也笑容，大白看到就像朋友我一生。根本已好梦。哇！大家今日好嗎？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耀天，卡聽到安靜嘅歌曲，安好聽嘅歌聲，哇！今日遲到當幸福，喺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幫大家幸福嘅感覺，幫大家有咧當年嘅年輕妹，為咗大家分享買一把幸福呢一種專輯。今日節目當中要搶到咧。啲專輯度都有寫歌，韓國演唱嘅歌手 Gina， 韓國製作人嚟到節目當中，細細嘅朋友記得，小姐嘅朋友 Gina 關自己主唱楊淑玉 Gina。各位福氣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Gina關聯樂團嘅主唱Gina楊淑玉，大家好。哦，歌聲好聽，接下來嘅朋友也專輯嘅製作人咩，動厲害嘅演奏家黃皮佑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唱片製作人黃培宇，謝謝。哇，今日兩位嘅組合，我到今日三十度嘅默契啦。係，你可以真好。係哦，有嘅客家人嘅感覺。有。剛剛聽到唱歌曲嚇，買一把幸福嚇，也係一種專輯嘅主題概念，同時也咩係同名歌曲嘛嚇。一種專輯呢係我帶俾大家樣嘅感受。樣嘅感受哦，我知道買一把幸福，因為佢嘅主題係菜絲蟲啊。哦，菜絲蟲就會講人哋嘅生發地位度最基本嘅生發嘅單位啊，就會人哋從營業開始就先去買菜，可能上班準備好煮食就等副客人進來鄉下食飯，係一種幸福嘅感覺。鄉下食飯係一種幸福嘅感覺。啊，買一把幸福就會講啊，喺嗰邊買菜，啊買菜人，一把搶菜，買菜人就會保持安樣嘅心情，準備到安樣嘅非常嘅新鮮嘅嗰條食材啊，來本太自己買，咩搞一隻朋友嗰種感覺。安尼講起來，本係上到廠呢，都買幸福要買一把應該是什麼青菜呀，還買嘅啊，真嘅就用絲蟲度烘，就得買就傳統嘅菜絲蟲地位度。本係上到哦，喺講我自家細細時節同阿公阿婆講下啲絲蟲嗰種感覺嗬。嗰種時我想專輯嘅製作人嗬，黃老師你係專輯的製作人嘛嗬？嗰種時你看按你嘅主題啊樣誒，是你定說，那我們就去市場。其實他專輯是從一個企劃公司開始的，但是呢，其實買一把幸福比較偏向是在說百工，就是各種工作的人這樣子，只是說我們從菜市場去切入這個角度，然後去尋找就是很多小人物，但是小人物他們其實都有很偉大的故事，對對對。好，今日拜其實你的 TPA 有真嘅去到市場地度，有。聽講你兩啥細細，喺馬人講細細出聽啲阿 Q 去賣貨啊，一度係。嗌嘅阿 Q 佢係在個東榮市場、國菜市場地位度，佢算係中盤商。哦，佢懂厲害哦。中盤商唔係像人哋一般去嘅菜市場，它是已經是零售，它是中盤，可能3更半夜，差唔多2、3點嘅時間就會去準備。咁你做嘛要停佢去咯？我就冇說我說啊，寄人籬下之後，就是去以勞工換飯吃。你就真係停佢去，真係停佢去，提高一200天天啊，清甜，真係清甜。你就冇去咧，就冇去咧。嗰時候對安尼嘅生態，其實你係真係有了解嘅。可能然後一般嘅零售他冇共用，中盤他們可能就是可能從南部啊，也係東部啊，冇共用嘅蔬菜來一籃一籃的菜。貴上嘅，貴上嘅，整籃，然後佢哋來分裝啊，用張
本给零售的菜市场的菜贩去买菜，他无强用。系啊，我要从转系地图跟他讲到，从市场开始看到。某 Q 用给谈你给人卖的东西，某 Q 就是投射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职业嘛，哈。个地图讲，特别讲到人情味哦，哈，包含讲转系地图专辑里面，包括阿 Kim 啊、邱连青啊，佢从细出的市场地图，懂会买东西，钱会买，好来，钱会很买东西。个故事因为按喺告诉按下稿的时间，哈，啊下出来，个冲出来，还会经过资中人的同意，对不对？老师你要把关，说这个 OK， 这个不行。重写，我有案例吗？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阿 King 很特别，就他真的是从市场出来的小朋友这样，所以听起来哇塞，就他在叫卖啊，就有一首歌，然后他就叫他在前面先模仿段叫卖，然后他一次就 OK 了这样，因为那就是他从小做的事情，就是他在做的事情这样子，他的人生这样，对啊，就其实这个主题对阿 King 来说是一个。驾轻就熟，对，很好发挥的一个主题这样。这同时，因为转系地图有6个歌手嘛，哈，这6位歌手是在制作这个专辑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了嘛，要一个 help me 这样请到哎。对，会先找一些歌手，我们先觉得他们跟我们的这个主题可能有点契合，就可能个人品味啊、风格啊，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子，我会想把他们都在一起做一张专辑。歌手很给听呢。是你决定的吗？不是，一起决定的。一起决定。就大家把人挑出来，然后制作人跟金主一起决定。对，这样讲就对。是。就给听安奈等于你用他来做一种转系嘛。是。那黄老师，你自己在做的时间啊，因为其实一张专辑不同歌手、不同的风格，因为老几都串联在一起，变成一张完整的专辑。这就是最复杂的地方，就在这里。对，就是相较于说，自己做自己创作专辑，就是自己的风格可以统一。但是如果做合集就有点麻烦这样子。所以说，我去发出编曲的时候，可能会说，可能就是固定用什么样的乐器。然后某些歌我要给大家一个洗耳朵的概念的时候，我会加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譬如说传统乐器，对，或者说不同的编法这样子。对，所以最难的部分就是在说我怎么一张专辑做完之后听起来像是一张专辑。对，那这张专辑就会把它变成就是以主唱为主。虽然说里面很多是 full band， 就是全部的乐团在演出，但是我们把那个角色拉低一点点，我们把光芒比较多是投射在演唱者跟创作者身上。对。把这个位置留给 vocal 啊。对。不是按你谈起来哈，其实每一个人的赏线，每个人的声线，它是其实蛮被突出的。跟亚总转系，因为都市场嘛，你们还特别去做田调，对不对？对。写歌之前，先去市场，就先去田调，先去买完菜再写歌。对，先去跟他们聊天。他不一定是菜市场里面的，他有可能是菜市场周遭的。同人分享一下，同唱游戏呢？唱世界本身游戏唱嘅南机场鸭丝笋红有两个田调对象，一个是苏花甲，然后一个是樱桃百货。迄只我阿爸，他姓魏，他80人岁咧。因为亚转系特别适合 VV 嘛哈，古时候迄请亚到客家人听奶，就係台北市嘅四重夫圈，可能四重地北度，咩可能四重夫圈嘅啲片大邊嘅客家人。古時候安尼看到佢哋80人歲，係你做生意，點很開的。伊可以嚟就係清唱嘅清 Q 嘅百貨，其實講百貨咩冇買到買東西，可能就會一條，因為他在國小嘅順風嘛，就買到可能學號幫忙修學號啊，有嘅小朋友嘅鞋小書局嘅感覺，咩書局買青島鞋，可能條白油，因為用品好夠用嘅，嘅環境冇強用咧，可能睇這個生活嘅習慣咩冇強用咧，就有見到嘅大型的商場，它就是變成說，佢可以點啲嘅片，唔過佢係搞朋友嘅。專賣好搞，學生有時嚟小學校同阿公打嘴鼓一下。退休咧，其實退休，佢就講佢唔盼得退休，因為有青島嘅，不管係可能三胎嘅人都係佢嘅朋友咧，因為佢80人歲佢做清酒嘅啲嘅片。哇，情感型咧。當然，當初條行去做那個導護老師。哇，情感通人咧。不過人家講嘅也係師傅。
百货樱桃百货，樱桃百货，樱桃百货，跟那个隔壁嘿苏花甲，苏花甲，苏花甲，佢係一間全台灣嘅第一間嘅素食餐廳。哦，就是從台積卡有上市，你是從第幾度啊？佢係老嘅家樂福合作嘅，有上市家樂福嘅菜賣唔睇，就做的松本雞，就是利用那些可能很醜賣唔睇唔過杭州的四個東西來做出產品啊，其實它算是一個社會企業。係，好，咩整件祝福青島人，係嘛？係。哇，安尼講起來，也個市場做得做動都會延伸嘞。給你都去填掉的時節，這個製作人也要跟着去填掉嗎？要啊。瓊瑤語氣是沒有全部去，但是大部分都有去。哎，大部分有去啊。跟你的下鈎，你們自己是選題材還是什麼的話，是自己決定嗎？這個給聽嗎？先到先贏，先選先贏，先想先贏。哦，你都去這條路線，係啲南機場一直到士林，包括有士東市場，沒有哦，就按你有到北投嗎？其實有青島嘅有北投嗎？沒有到北投，一直到士林那一帶而已嘛。最多到天母，那算天母，士東市場。士東市場嗰片，士林天母安尼，有柯南街嗰片，那個青年公園夫區，對，哦，青年公園夫區。其實有動到嘅故事哈，實地啊，種真實地都好。請大家先聊一下，等下多陣來繼續談兩位好來分享有青島嘅故事哦。好朋友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瑞堂玉天。今日喺節目當中，一嚟介紹每日把幸福呢種專輯喎。頭先有談到 Gina 唱歌，都好聽。韓國呢咧劇中人王佩玉先生，佢講佢自家對呢市場嘅想法嗬。你今日前兩來談故事，再次來分享兩位。大家好，瑞堂你好。Gina 唱歌嘅時節嗬，加每日把幸福係動快樂嘅歌曲嗬，動唱嘅市場和動腦嘅氣氛，動唱唔到填掉，個阿公吼，埋到真件做得他聲年做得很給阿太嘅吼，點可以退休，就是要展現那個活力跟生命力，對啊，年輕味，係啊，你的個線也的主題啊，各些時間，你們應該會有一些資料，會有資料，你們去挑選嘛，哈，那你們是真的是實際走訪之後，我們去給聽講來去下列哈，老師，那你自己在選擇這些素材呀，要一講你自己去填掉啊，甚至你自己走入市場，好像也有不同的經驗，對不對？對，就是說我小時候走進市場的記憶是殺雞。你殺雞？沒有，就是看到大家殺雞。哦，吃嘅。我沒有看過，我會有啊，我親講。對，就大家在殺雞，然後就覺得那個雞的血樣被流在那個管子，然後就是。我在高雄人嘛，对，高雄就是文東宮畚社區嘛，就是菜市場，對對，垃圾市就是寫就是畚社區，就叫就是為什麼？不知道為什麼，小時候就是這樣念，對，然後就是會有一個那個雞毛啊，雞毛，然後雞的味道，然後很多鮮肉的味道這樣子，然後人很多很多，對，但是現在是比較少看到了，對，就是覺得那個雞就是小時候就是看到殺雞就會。幫雞捏下粥這樣，真可愛，好愛心哦，大師。小時候會這樣，所以會有那個記憶在。大家都過年的時候才會去菜市場嘛。對，嗰時候大家細對個市場的感覺就是人很多，年輕多，然後會有很多這種鮮食的味道。我自家係較強啊，因為我媽個出唔強啊，出強調的類。嗰時候我那個雞啲雞邊我就會清強。嘿，跟米頭青蟲，還有會安尼哈。不過亞哈嘅市場現在的市場不一樣，因為亞哈市場就有冷氣，長到清香哩。但你們會不會覺得以前的市場跟現在市場那個人情味不一樣？會有嗎？我吃到有正常呢。有啊，你喜歡那種誒？我喜歡傳統嘅。哦。買東西比較便宜嘛？真嘅嗎？有啦，真嘅呢。兩個比較大型的超市可能佢哋有贈禮啊，佢哋有吹油贈禮啊，有的會買有機啊，就會價錢會較貴一些咧。哦，嗰種唔知安尼，佢安尼要做得愛買呀嘅鬆一鬆誒，鬆一酸誒，買鬆嘅鬆肉。有安尼感覺哈。老師，你現在還會去市場嗎？你說什麼是傳統市場？對，你們既然叫畚社區，因為覺得很多。
阿里阿扎的味道，就是味道很多啊。对，现在也是还是会去啊，就是像以前住板桥，住在北投，其实他们都有传统市场。嘿，对啊，那个就很有趣，就是你会看到一种台湾的生命力吧。就大家就是光着身体卖菜，然后全部都一堆菜，对。然后就随便卖这样，所以他喜欢看人家裸体就对了，那意思可能是他个人的癖好吧，就看很有生命力，就是对，他有种奋斗的力量，就按你感觉。我这家也他真经亲手去传统的市场，因为时间关系嘛吼，可能去太县的安尼买葱啊，买金米煮，金米唔咧当日煮啊，啊特别吼金米节目以后啊，特别去传统市场，走来甘肃一下。有常所谓买个大礼拜，当你去买无共用的东西，有的会比迄给水不无共用给你啊。哦，可能135、246是不同人在摆摊，就会买无共用的东西。你常去就接去往街哦。我黑啊。哦。我就欧巴桑没。有懂很无的感觉。其實一種全息地圖，加糖度買一把幸福吼。人講就有的種一種全息嘅主題概念、主題曲嘅感覺吼。不過一全息地圖沒有。較溫馨嘅曲風，安尼就當感性嘅，做嚟充滿睇個糖。好啊，做嚟充愛嘅，咱可以條下嘅歌嘅。唔下嘅，不會下。冇啊，就被規定下2條。要出歌你都買命。我係感動。一家人嘅翻奏。一家人嘅翻奏，躺起來就幾副家人吵強下，愛來食飯，安尼日常嘅幸福。好，酸黑兩種感覺。安尼彈歌曲。好。有別鄉，頭富冠沙點標，豬牛是群吹強，遺忘。下家草牛準備好掉上座。添一碗飯，將一聽聽的事，一夢一世的快樂又滿足。你轉瞬嘅笑容，把總愛心溫度燒暖嘅力量，偏愛韓國，讓人生個個代代。有你有愛，一家人嘅飯桌，飛雲煙添標，唔停，也送蘇維一出嘅米一串，上來係黏黏嘅幸福。感動呢，我自家經常到阿婆嘅米食。我說下個嘅時節，同安尼情感下落去，你自家從落尾當感動嗎？因為下2條歌嘅填調嘅時間，嘅就係蘇花甲嘅故事。2條歌算係講後生人下本種批嘅。因為嗰種是填調的時間，其實人來講，蘇花甲的店長叫做方義傑嘛，其實人來講，青島記嘅故事，故事跟自身的經驗結合，就會衝起來2條故事，對我來講，咩係相愛自家嘅感情。特別嘅感動吼，因為剛剛黃老師有講到一種真實，其實呈現出係白宮嘅精神，白宮的精神嘛哈。你剛剛講到吉亞當從沙菲、奇亞，他就是把這些所謂的聖食，好，然後再一次變做美味可口的食物。就會講，因為家嘅爸爸係特別是清有名嘅叫李總，然後方和生，然後他也是全國第一個做農人家共餐的一個禮。因為南基從就會青島嘅農人家嘛，然後他們就是等於延續爸爸這個精神理念來做了快2間店的，今年都會準備快聽1間
他们的那个展店就对了。嘿，大家全部都做得起 selfie 嘛，全部都做得起 selfie。大家做的真经行一批一点度吼，去感受一下，竟然也很热点的全部表演高桥。哈，不是啦，做在表演青岛后堂的高的啊，还是高的都青岛堂。表演种专辑本大家说是有冇腔的感受。哦。还可以自己去唱一下，去给他一冲一下，然后一联络一下。哎呀，你的还有青岛甜调的故事哈，还有一个黑唔黑的士林原来有一个蓝雅鲜花鲜花庄黑嘛，士东市场的士东市场在天母那边是不是？给有一个故事，很干净的菜市场，就是这是现代市场，它通风非常好，仿佛来到日本。哦，正经，有这种感觉的那种感觉，清腔里。因为给你真近代东东日本人，那里真的很多的外侨，很多的日本人住在那边。故说希多给市场听起来黄老师蛮喜欢那个市场的哈，应该是吧？因为我买米头，那又是写不一样的故事啊。那边是写一个一个卖花的大婶嘛。英国迄讲吼，跟许贵昭阿姨，许本来是师从给他们自治会的会长，黑引力给奎氏，然后去改建这个市场，把它改建得很现代化这样子。本来迄清传统嘅，本来迄传统改建去变成东乡里、东乡，又老青岛跟某强的单位合作。就是很多可能现在我们大家有点像是文青的那种概念，一个市场底部度就有很多的设计。没黑给青岛给啥给，某强用的就东西特别给讲，他们的每个柜位。有些有合作的参与合作的柜位，他们都有那种，就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种个性小店那种感觉。给大家要去朝圣一下，对，这去感受一下师东师从哈。好像通风也是，通风，它就不会让它有那种我们说的菜市场的味道。你真给很黑，他很在乎气味，真的，你要没讲到重点，牙现团员看我行业去，没黑因为米头的关系，真的是因为这样子，我就亲讲给米头。你讲稀到底度，你刚刚讲有如果有人情味，你就觉得。跟这个阿姨啊，跟这个肉阿帮买东西，特别放去，这刚好平衡一下呢哈。哦，亚拜呢亚种转型咩特别有做一个明天样，刚刚讲到阿 Kim 有叫卖咩？有。哦，等下大家做的感受的都好，特别准备。很卖嘅感觉。很卖感觉，很多行都市场啊，包含讲刚才人讲到有台湾人物嘅相片啊，大家做的看得到，也就邀请大家来感受一下，买一把幸福一个明天样哦。穷落无穷下架，小出一路落苦改头白滩那做生意，很走上忙为家庭。我从小到许昌嘅环境下大概对许昌唔会生分，了了很埋嘅声音，听定爱童年嘅世界，改了熟落嘅年轻妹，改路都本爱唱，很多心肝都强用，透过了了声音，来到东到客家音乐人来到许昌，透过音乐听定许昌，深到客家。整到节目当中咧 ，Rita 基本嘅哈，喺节目當中咧有談音樂，有談咧兩位來賓哈，記得我講話又笑了又感動哈。
你今日买一把幸福，希望大家做在对了音樂，對了嗰隻故事，特別是客家人，佢哋喺做事情，喺那出名認識。第二位呢 Rita 是雷蒙 Gina， 老公朋友先生，等等，因為節目當中有這個快問快答，所以 Rita 會問你的題目，然後你們就大概3秒鐘的時間就回答。好，但是你們可以慢慢解釋，好嗎？你們啱啱問黃老師有壓力。好，走的哈。也沒有壓力啦，真嘅哈。對，他可能還留在第一題，我們問到第10題。好了，請問哈，你認識最好去嘅傳統市場，最愛去的傳統市場是哪裡？那個傳統市場，環南，啲哪？在台北市。台北市啊，哪一期？個西園跟福群，也台市場。你為什麼最喜歡去那邊？因為它就是一個大市，就是買牛特別便宜。哦，你這買輕的東西，而且它的100一買，很齊全。嘿，就100買，你就牛差不多買一張年，搶出來就福群買就好了。真嘅，真嘅，給牛輕便宜。給你變相動態呢？嘿，真嘅價。對啊，就是110就會買差不多1-2禮拜嘅菜。哦，因為你親會做生意的，你的手藝。大部分在自家煮啦。哇，很好哦。太沒事幹。生意都好，當天口自己煮飯真的很好。我們為到家庭，為到生意，我會盡量，如果可以，盡量煮。鼓手環南市場，本太個參考哈。買東西，有沒有特別喜歡什麼？佢係專門賣肉嘅，它是專門賣肉的大市場。哦，就像個華中市場，佢專門賣魚的市場。你真係懂厲害呢！開玩笑，鼓手你好生肉，愛吃肉。我乜家都好吃啊，好吃的都好吃，牛也沒好吃，春也沒好吃。冇散到天空較重要。好了，給夢先生，請問你最愛去的傳統市場係哪？我最愛去的地方是，可在小時候在高雄，在武廟那邊。五福國小的對面有個菜市場，很大。五福國小喺高雄嘅哪一期？就是在五福路上。五福路，高雄的五福，路這條路還蠻有名的。很長啊，對，就是高速公路下來一個。它不是1、2、3、4、5、6、7、8、9、10。還有五福路給有個關廟，有一個很大的關帝廟，然後對面有菜市場啊，很大。懂台。對啊，小時候就在那邊鬼混這樣子。哎呦，為什麼你們家有在市場做生意？沒有，因為就是他喜歡市場的妹。那你為什麼可以去市場？沒有，因為要經過啊，就經過啊。小時候不是都要排路隊嗎？然後我要走很遠的路才能可以到家裡面。你家在山上嗎之類的？那市區也是比較遠，所以小時候排路隊啊，有沒有？大家就是反正4個人，然後9個人、8個人，就越來越少。他是最後到家，我就倒數第2個這樣子，他就會經過市場，然後就覺得就會進去繞一繞，對，就找東西吃這樣子。你們懂快樂哎？嘿呀，市場地方有新多好吃的東西。哦，生意就20塊可以花而已啊。哦，你很有錢哦，不好。20塊的市場，傳統市場地度真的還可以，小朋友應該 OK 啦。這個世界給兩時，你是給我進開，20塊很大。哦，跟黑狗聽一聽，你聊起市場一定會買個東西，去市場一定必買的東西。哦，你該不會就是肉吧？不是，市場哦，一定會買的東西。就是你講楊米做的吃的東西嗎？起餐飲啊，你一聽起後冇買動就會買到唔得賺你感覺。佢買的搶出來吧？搶出來哦。一定會買啊，他強啊，他強，是他天孔喲。對啊，一定會買搶菜。給黃老師的。我會想要買魚。因為魚就是魚，它都眼睛都瞪着你，有沒有？那你為什麼要買它？為什麼要買？你要買它幫它念經，是不是？我覺得它很特別，就是它被捲起來，然後有個眼睛在瞪着你，把你買回去好這樣。然後把它。所以你愛吃魚嗎？好食嗎？對啊，吃魚，我們這個年紀吃魚對身體比較好。什麼年紀？乜個年紀？20塊可以吃牛排。台你誰子都做得生啊，這魚蠻健康，台灣也是健康啊，對啊，有豐富的 DHA。對。跟你就算一天推你咧，像我迄種真有去傳統市場。我當奇怪，因為我細後，我以前有菜頭飯嘛。買飯。我會買菜頭飯，冇出菜包呢。我下去到市場，迄個看到呀，我也會忍不住想買。我是很客家。我一定會買，我看到韓國我買人自家做嘅，買傳統嘅我唔會乜嘅港式呀，乜嘅我唔會。我就傳統奇奇怪怪嘅東西，我邊會買。哇，買奇奇怪怪。就像嘅乜嘅越南甜點啊。
给某一天给大概4重度都在看到，异国料理，对，爱含黑董蒿这种客家面，就是我喜欢那种客家风味啊，那种味蕾，味蕾的那个记忆真引懂贴贴了哈。好，清明呢唱亮啥哈，陶艺术转型底包青蒿艺术狗这张专辑《买一把幸福》里面最爱的一首歌，最爱的就是一家人的饭桌。哎呦，给你总上鼓励你这个下来，这个下来，这也懂感通啊。这个制作人崔亚楠，你做的讲披萨，你可以说别人没有，因为我就觉得都很好听啊。然后呢，谁都不得罪。对，没有，这个都其实都蛮好听的。正营都清后堂。好啦，亚没黑种答案啊哈，亚种整是低度哈，特别因为黄老师引用你们哈，他刚刚就这样用编曲的角度来讲每一首歌曲用的老给编奏一种完整的转型嘛。那从这个编曲的角度，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曲风？你都在弹得懂？特别曲风哦，例如说有一首阿 King 的东西，就是我把它做的比较像复古的 disco，对，像他们的音乐就是很磅礴，就是他没有理我们，我没有理他们，他就说请那罐子你们自己做，你们自己太厉害，你们自己做，他不管我，所以这专辑里面我们的歌是我们自己编的，我们自己做的，对，因为他们完全信任，对，完全信任。阿 King 有首歌就听起来就很可爱，我把它做成 disco，让大家就听起来很嗨这样。你可以唱2句吗？只是考到我了。这种你只会唱狗吗？做对啦，哎呦，我堂听听啊。你可以唱2句吗？你希望他的可爱，你忘了？他的可爱很有哎。你可以哼一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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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歌词了，对不起。好像哥哥爸爸真伟大。好啦，要意思就是讲，制作人不一定能唱歌。本太家自家买转西买糖，一直来他。要种转西要真眼懂 T P 哈，他有在看到图片哈，这张专辑的包装给黑按你赞，就是不管你怎么折，它都是一首歌的意象，都要对应到一首歌的样子，的招牌。做像那个清明上河图一样啊，你怎么对都会对应到一首歌的，我们去填调的对象这样子。就你随便折都可以折出一个主题。对。哇，刚讲到清明上河图，当初人家看到米天阳有冇？一开头就用眼不安尼听图。清明上河图，黑矮给时一边看的时间来发觉，这怎么有清明上河图的概念？结果黄老师讲真影黑暗的，你懂。我有感觉到鼓手懂成功啊哈，鼓手要总转型也是蛮值得大家收藏的。给发行转型以后，有没有再回到你们填调的对象，讲呀，爱的给作品，一定有给他们的，有都给他们，还有转一给别人示范。哇，下一次俺们贴拍去给别人示范，因为给特别是青岛人好去用啊，无论用嘅是东西唔係嘅。主要的丝绸，唔係嘅雅思的嗰種嘅順豐，在周邊的商圈哈，大家真係做得起啊哈。個其實從2018有漂移，個2019台北站到嘅2020就會今日分享嘅買一把幸福，都是黃老師擔任製作人。是。好，3張專輯，好，它有不同的風格、不同的主題嘛。給今年2021年哦，有新的計劃了吧？今年應該是在做客家的本草本草就會本草綱目，本草草本可能係中醫，可能真嘅係賣長臭對，長臭茶，或者是跟植物有關的都可以。對，係賣藥嘅，賣藥嘅，當好奇呢。填調的範圍應該就是在大稻埕附近。其實各位懂得話講嘢，我去用音色就是是很早期來台北大稻埕做生意的客家長輩，對，賣茶的。其實賣茶就會茶草本嘛，對，茶就是。鼓手去安呢，也還有現聽哪一位歌手會參與轉型嗎？有選擇哪一些歌手要參與專輯的？現在還沒有確定，全部忙對，還沒有確定。本大家期待一下啊哈，因為去年呢有做一個演唱會嘛，嗰壓演唱會，聽說吉娜在裡面也是又要叫賣，是不是？對啊，又要壓軸，又要帶動跳，帶動唱，同大家分享一下。聽說開場就有一個蠻驚喜的，然後阿 King 講下就會給賣吹愛賣辦那樣。這菜是從底部嘅，就會音樂嘅開始啊，就是有一個燈微亮嘅感覺啊，雙舞台。然後也黃老師在彈琴啊，是，Vicky 高速唱歌，
够你的就一束一束狗来呈现。嘿，隔板没有产品其中一束狗 Q。够到清明的时节，你们还有哦，要去应该知了解爱嘿。够到清明的时节，是不是？说有个让大家很惊喜的。哦，清明时节黄老师的脸，他可以模仿你一下，你讲金用哎。金用对啊，最后有什么好惊喜的？没有，就可以示范吗？一直在请大家拍手这样。开头比较特别啦。对啊，开头我们是有设计一个，就是我们不想要说演唱会就是大家听完歌就没事了这样，我们想要。让大家有那种身临其境到菜市场的感觉，剧场式的音乐会，有一点剧场的感觉。我们本来还要开小巴才进来，但是没有电梯可以上来。对，所以想算，因为舞台它很多需要道具才会有那个感觉，所以我们上面有放那个手推车，然后有菜摊。对，本来个唐音我会感觉就是真的身临其境，然后来感受一下在台北市大边的客家人记得做的事情，记得的精神哈。好，请大家好好来欣赏，好好来享受，买一把幸福也种珍惜。今天非常感谢进来上节目，谢谢黄佩玉老师，谢谢 Rita。什么所有的朋友，今天来收看韩国书堂哦。什么大家记得等下听你先生来做运动哦，张丽丽，拜拜。喜欢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傾站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